港幣1對1，79蚊就配到老花鏡，仲包埋鏡框加驗光。今日嚟到會展中心嘅一間經典老牌眼鏡店，謀窗眼鏡出咗地鐵之後，就喺會展中心站 B 出口出嚟，然後就跟住我行啦。呢間鋪頭真係好方便，過福田關就4號線直達，過羅湖關就1號線直達。無論喺羅湖定福田過關，都係1程地鐵直到。去到卡馬王子記得靠左行，再過1個大鋪位就到啦。為咗回饋粉絲，老花鏡只要79起，國產漸進199，活動價159，蔡司豪雅漸進3.5折，豪雅特別優惠199連鏡框，國產漸進原價480，粉絲福利價159，漸進變色1380，優惠價259，港幣1對1。中意風格化嘅可以睇下日韓鈦金屬手工鏡框，折後都係499。另外仲有好多進口鏡框選擇，所有進口大牌眼鏡喺呢度都可以揾得到。店裏面配有專業嘅驗光機器同多年經驗嘅驗光師傅，實幫到你配到一副適合嘅眼鏡。配有1站式製鏡設備，最快30分鐘有得攞。鋪頭所有鏡片都有官方證書授權，店長亦承諾假1罰10。而家咁抵，仲唔快啲過嚟睇下？